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海巡署队员做中国间谍，甲台湾、甲菲律宾海峡机密交予中国，涉嫌违反国安法，获检方起诉。中华今年到5月为止有133件诈骗，外国人做车手的数量为去年2人次增加到今年107人次。屏东万丹土墙火山今年头一届喷发，而且是5个空做火喷，但有找怪手清土煤，避免高压塌掉咧。新闻头起先来看，有海巡署的队员去互中国吸收做间谍，甲台湾、甲菲律宾海峡机密交予中国，涉嫌违反国安法，已经互检方起诉。这中国是上空上芳渗透台湾间谍的事件表未离，调解拢呼吁中央爱守法，加重处分。海巡的船舰伫台海的前线，甲下过界中国渔船赶走，展现捍卫领海的决心。不过，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一个姓李的队员，确实去互中国渗透。从2012年开始，每一季收6万块，加上年尾的奖金。伊甲台菲海峡任务舰、甲飞弹射击警戒区的图交予中国。检方二是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罪嫌，甲这个姓李的队员起诉。海巡署正崩市于去年9月配合基隆宪兵队共同侦办案件，李元遭裁定羁押时，舰队分署立即召开考纪会核定停职。另外，海军身份中心一个姓陈的正上司，因为派债务嘛去互中国吸收，伊甲各方机密的资料予中国。台湾高等法院以陆海空军刑法交付军事机密罪，判伊2年2个月。针对国防部甲海巡署小连续逼出强调案，调解分别提出加强人员的查核，也佫有修法加重罚则。你找到共谍后，你后续的动作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像吴钊燮的例子嘛，何仁杰是这个共谍，请问吴钊燮有被叫去问吗？是不是因为他位阶太高，所以没叫去问呢？在你自己的身边，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觉得你好像有受到相关的诱惑。这样说吗？你都可以跟国安单位检举。中国伫台海制造铺设地带冲突，中国海警船真渐扰乱金门的海峡，国民党想要修法，甲金门海峡等禁止限制水域的环节，由国防部改造是海委会，引起外界质疑讲是甲金马的海峡来海化。海委会是无认同，因讲安尼会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国防部嘛批评这个举动会互主权弱化。它不会产生军事冲突，你一旦军舰介入，那你就会意外事件，就会螺旋升高。这个状况下，不是我们想预见的。只要懂法律的人看这个法律的文字，都可以知道，那就是一个让台湾门户洞开的措施。那也强调讲，海委会嘛是中央的单位，修法未影响主权，是因应现状，确保两岸的和平。因也立言立委批评讲，两岸条例修法会互国安有空芳，无采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高雄凤山参加3军北校院的联合毕业典礼。总统致辞话反共、反渗透、反并吞，勉励军校毕业生坚定保卫国家主权。面对威权主义持续不断的威胁，以及各种渗透手段，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精进战绩。提升国防力量，反共、反渗透、反并吞，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以实力达到真和平。总统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国防改革、国防自主，透过政策支持国军。总统嘛，挂保证，讲会拍拼，甲台湾人团结起来，成做国军上坚强靠山。来关心24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7月2日要投票。罢免团体是宣布要启动16天的入境行动，7月初4为花莲出发。若执行上，嘛呼吁赖总统做伙参加造势。
另外，国民党是抢到投票前一暗，在7月25开道的路权，将选民上街开道斗相挺。大罢免要持续伫滚价，目前有24件立委罢免案，确定会伫7月26进行投票。罢免团体启动16天护国示警的行动，按算7月7日为花莲出发，顺时钟来驶台湾，重点会伫台北青岛东路来集合，而且呼吁大总统这回来做事。商请总统这个参与最后的造势，这现在已经不是在要规避什么蓝绿对立，现在是民进党的责任。作为执政党，你要把国家的执政权拿回来。针对大罢免的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批评大罢免是采取政治恐吓、煽动舆论等等的方式来打压在野党，呼吁台湾的百姓拒绝政治操作。那这个举动，马航解脱组是公开支持红罢免的那样立委。我想民进党最开心啊，每一次都是用所谓的老共牌来想要打击政敌，不要学着做所谓的独裁者，想要清除杂质。7月25的选情之夜，开道的路权确定是由国民党摕到，因要招几啊万人去开道反罢免。台北地检署侦办罢免民进党新北市议员陈乃如，哪像涉及贵做提议书的案件，25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国民党立委罗秉才、新店服务处的主任廖伟辉、助理廖时军、甲林祖玲。台北地方法院暗时裁定廖伟辉甲廖时军两个人羁押禁见，那林祖玲是20万交保。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那不知道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来回答。希望司法可以还给当事人一个清白了。那罢免民进党立委陈莹，哪像贵做提议书的案件，检调25以被告的身份，约谈国民党中央党部组发会副主委黄碧云，也有专委李德全。检察官讯后，两个人是无报请回。公视新闻台北报道。在地消息，屏东万丹的土城火山今仔日又搁喷发，这是今年头一届，而且是5个坑同时间喷发。不过其中一个坑是较晚准高，都惊这土煤打起，高瓦会塌掉咧。目前是已经找怪手来清土煤。听起来亲像海洋在拍的声音，土煤火山一直对地下扑出来，土煤掺火做伙喷起来。透早5点10分左右，万丹乡出名的土煤火山今年头摆喷发，一开始有2座，头尾总共有5座同时间喷发。伫2大无同的区域，附近的居民听到土煤火山喷发的消息，拢走过来斗阵看闹热。我第一次看到，蛮有趣的。蛮有趣，为什么？因为声音噗噜噗噜噗噜的，跟影片里面看到的实际现实是有差别的。村长表示，这摆土煤火山喷发的范围大约是4-5分地，上悬有喷尾2公尺外。去年的时，捌伫3月、7月喷发，为着要消透地下压力，现场嘛赶紧点火，让土煤火山会使较早结束。加在这摆喷发无拄到正值的时间，所以对当地农民影响无大。伊就反正一年上少拢会释放一届就对啦，无一定讲什么时阵嘛无几济啦。如果伊若无释放，咱南部遮的地动会较严重，所以这算地气的一种的释放啊。万丹的土煤火山平均一年会喷发1摆至2摆，逐摆拢差不多10外点钟。虽然土煤火山喷发已经成做当地的景点，不过喷发了后的土煤打起了后歹处理，让当地的农民真头痛。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南南坡千层盐水厂，昨有大学生烧焦酸水，煞有一个人不幸渡水死亡。同一天，伫咧屏东雾台有少年人家己去爬山，因为欠水，全无食无啉，枵2天无体力。加在救援人员有找到人，经甲伊送去病院。新闻有落实哦。救援人员甲伊倒查，这个27岁查甫人一步一步向顶头爬起哩。2个钟头，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个查甫人、一个人去行屏东雾台乡往太埔乡的弯道纵行路线，不过因为欠水，佮2天无食无体力，请人救。要把这个查甫人用直升机送去病院，不过同一条路线，救援人员拄好个拄到有一位女性无顺利爬落去山坎，好在再无受伤。将患者救援至步道以后，检查患者伤势没有受伤，患者拒绝送医。伫弯道纵行救援的同一天，台南南化区也传出山区的意外，
5个大学生小酒去千赞岩瀑布耍水，其中有一位20岁查甫学生煞无顺利渡水，虽然随被救起来，不过整条道路正花，消防人员经过一段时间才到现场。那我们是利用当地一些巡逻队的他们的4轮驱动的小货车，把我们再送到上面一个空旷处，然后我们再搬运我们的一些救护器材，然后下接到河床。不过渡水的查甫学生送到病进前，心肺功能就已经停来，命也是救不大。救起来的时候，那个患者已经欧卡的情形，然后他的身体那边有一点僵硬的情形。去山拿水边的活动虽然正舒适，不过可能也是有危险。除了物资甲补给要全有够，也要随时注意自身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早起8点半，新北三重埔龙门路一搭大楼工地头前的路塌坑，害一台沙石车落落去。为外面会当看到这台沙石车载满土石，伫咧工地头前抢水洗车链，这车路煞向落坑，规台车全落落去，加载是无人受伤。警方赶到现场指挥交通，嘛通报市府公务单位来了解状况。再来看新竹市成功路最近有一搭在铁帮铺超过100公尺长，原来是附近施工惊怪手大卡车出入会甲路底歹去，这建商就暂时用铁帮嵌伫车路顶悬。不过这铁帮是真骨，都有人骑奥多摆勒残摔断手骨，市府嘛要求建商要赶紧改善。民众骑奥多摆骑到一半，煞拄着道路顶悬铺铁帮，惊甲赶紧甲手环换安，唔敢大意，就惊无细哩车会因为铁帮的关系，车出去滑倒受伤。很陡，会怕会撞到铁板，然后会跌倒。我开车其实就影响很大了，可是那个骑摩托车那更夸张，那个完全不太能骑。前阵子我们里面社区的时候，已经有住户摔车，然后手骨折了。新竹市成功路最近路面铺铁帮，长度超过100公尺，因为附近当咧施工的建商惊重型机具出入地歹路面，才临时用铁帮来嵌咧路面，所引发安全疑虑。市府接到通报了后，也派人到现场，要求建商提出改善计划。要求厂商应该提送改善计划，送本府公务处及交通处审核，达到道路安全设施标准之后，并尽速修复路面。在领得使用执照前，也会进行全面的道路铺设。铁帮伫路面平常时就已经真歹行，露天更加危险。后续市府公务处会按照道路安全设施标准，要求建商赶紧恢复原地路面。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这台票一直起，干那拜2甲拜3就起超过3角，那今仔日早半嘛起到29.1，不过台票起价会冲击出口。有机械业者就预告，今年可能会了上1000万，甚至有业者是惊蝕本，暂时唔接单。不过这唔接单，无身价问题恐惊就会愈来愈严重。拜四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又个延续强升的势面，以29.36开出，升3.1分，盘中捌来到29.151。只是这届起这济，已经互一寡做出口的机械业获利受到影响。随便都损失个几千万台币吧。其实现在国内已经有少量的传统产业跟中小企业，有部分开始在修无薪假。这个产业就是哀鸿遍野的状况啊。也许他认为是整个产业有进口跟出口的互相抵消。可是我还是要讲，对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就是伤害这么大了。有业者反映，做机械业将近40年，演过唔啊拄过，亲像这阵啊，这届台票升这济，互因袂付避险。国家新台票这阵啊，伫亚洲货币内底升达上强的国家。啊，毋过看竞争国家，像讲日本是落价势面，但是中国又搁拍俗价伫促销，互出口业者内外受害。观察这阵啊，台票兑换美金的表现，顶礼拜5收伫19.529块，拜一落价了后，拜2甲拜3随个反弹回升，2天内台票强升3.43角。接下来看起来台币升值趋势还没结束，所以该避险还是要
避险，那你比较难期待都要靠央行去把汇率调节回来。当订单跟出口减缓，可能会带来这个无薪假，那就会冲击就业跟所得所以呢，也可能会冲击民间消费的力道。根据知影消息的人士讲，央行为了不要让代票汇率快速升达，团队已经采取上新的措施，除了甲大型企业集团单日放汇的金额限缩至1000万美金，顶礼拜佫限制大型出口商爱伫早起10点后才会当进场放汇。不过，这届这个讲法也无得到央行的证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诈骗假投资掠袂离，尤其诈骗集团定定会用赖开群组拐人投资。最近刑事局就藏伫咧群组内底，含赖的官方联手，甲涉嫌诈骗的7万外口罩拢甲停掉。警员向前甲人地地吹对方的颔棍仔，当场压制伫涂骹。住哪间旅馆？旅居，是不是？红领的外籍男性来自马来西亚。经过身份的清查，是去做观光客来台湾佚佗，实际上做诈骗的车手。连续契获叶姓以及杨姓2名马来西亚籍外籍车手，并且在2人身上查获现金76万余元。这类诈欺的车手，真侪领的阿查钱拢是对假投资来的，不过拐骗的一个大平台内，有真侪口罩拢变做安尼。个人的口罩变作不明，诈骗投资群组消息。原来刑事局甲咱的联手，伫1个月内找出7万3千个古怪的口罩，目前已经停款5万外个。不同的账号在同一个时间呢发送一样的讯息，那显然就是诈骗集团用机器人的操作，然后用傀儡账号来发送这些讯息。警方亲力得赢。照面册中平台重新加入咱的社群，再搁对群组内底分析可疑的成员身份，通报咱来处理。只是要未有明确的犯罪事证，直接大规模停权。刑事局是坦白讲，可能有用户无缘无故互人停用，不过若是停用停唔对去，拢会使申诉甲反映。像 FB 什么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杜绝他们啊。那我只是说上面有在注意，我们还是会得到多一分的保障。而且他们是职业惯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再去开设新的账号。这届历史上头一届大规模停权涉嫌诈欺的口罩，有部分民众拢真赞同。不过，这件诈骗集团即马互强制停用了后，有缘会当找到人头，搁再办门号来注册，根本无法度真正主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若这诈骗集团嘛，定定拐外国人做车手。中华今年到5月为止，有133件诈骗，发现外国人做车手的人数是加真多。去年同期敢若认真处，若今年是已经查到107人处，加50倍。看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察随出动压制。中华分局最近咧侦办诈骗案件时，发现有2台奥多摆常常出现伫领钱机附近，掌握可疑车辆的活动模式了后，卖获成功抓到3位外籍车手。帮我过去，过来！嗨。本分局在今年6月12号成功查获一件诈欺案件。当场逮捕1名担任提款车手的外籍移工，随后在其宿舍拦截另外2名共犯。另外，鹿港分局最近也抓到1位外籍学生咧做车手，嫌犯表示是伫社群平台找头路，对方讲只要去 ATM 领钱，逐工得会有值1000块的薪水，想袂到竟然是做车手。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5月，计共查到133件的诈欺案件，查扣诈骗集团不法所得的现金、土地等等，总价达5亿808万外，其中外籍车手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今年以来，本局查获诈欺车手630人次，那其中有107人次是外籍车手，部分是合法的移工、兼职车手赚取外快，那部分是在网络平台接受到诈骗集团投放的求职广告。警方表示，去年同期外籍车手抓到2人次，今年到5月份已经查到107人次的外籍车手犯案。针对外籍车手增加，警政单位也结合移民署、劳工处、中人公司等单位加强宣导，避免外籍人士因为语言未通、无了解法律观念，转互人拐骗，成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同款诈骗新闻，镜头是来到越南。越南上大金融诈骗案，越南房地产第一号野人张美兰，伊涉嫌甲银行骗270亿美金。去年4月去互法院判死刑，不过这阵案情是出现变化，因为7月开始，越南要废除贪污等8项罪名死刑。等于讲，这张美兰敢若会怪一世人得过死刑。越南房地产花艺首富张美兰涉嫌透过股份掌控越南的第5大银行西港商业银行，并且透过真济间空壳公司，伫10多年之间继续增压贷款，含使用现金，偷摕银行270亿美金，大约是代表7882亿，大约占越南 GDP 的6%。68岁张美兰去年4月被判死刑，这桩越南历史上金额上大的金融诈欺案，煞出现大变盘。越南国会2月表示，对7月开始，越南要废除包含贪污，还有受诬洗、间谍等8项罪名的死刑，也予张美兰逃过死劫。这个消息对受害者来讲是无法度接受，因为西港商业银行的主管买人拢是当地一般的百姓。因就是投资银行是上妥当的，想袂到新会煞拢乌有去，因敢若希望政府会当到主持公道，把损失的艰苦钱讨回来。Tuyên làm sao để mà công bằng cho dân, phải đủ được là cả phần nào đấy gọi là đền bù, làm sao dân nó gọi là có một chút an ủi. 2 năm qua đã chờ đợi mòn mỏi như thế này, mà lỗi này không phải là lỗi do dân, lỗi là do quá tin vào ngân hàng, mà lỗi là do thanh tra giám sát ngân hàng ăn hối lộ và thanh tra chính phủ cũng ăn hối lộ thì bảo làm sao mà dân không khổ. 张美兰的律师对媒体证实讲，张美兰的死刑会改判做机器人监禁，并且表示已经通知张美兰，而且伊非常欢喜。实际上为着求生，张美兰进行着真积极变卖资产来行销。律师也表示，就算已经确定免死刑，但是如果张美兰会当满足赔偿所有损失金额的3/4，未来阁有机会互人考虑减刑。因为越南有关有10项罪会当判死刑，包含谋杀、卖国、恐怖主义、甲性侵囡仔等等。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继续关心国际新闻，美国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结束，33岁印度的众议员曼达尼正最后选前。曼达尼的政见是正注重青年和散车族群，伊主张反战，支持巴勒斯坦和移民。那阵11月，伊正式当选，曼达尼就是纽约第1位穆斯林市长。Tonight, we made history. In the words of Nelson Mandela,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 is done. My friends, we have done it. 美国民主党的纽约市长提名初选日时落幕，33岁的纽约州众议员曼达尼得到43.5%的选票，赢在力真强，不过争议真济的67岁前纽约州长古莫36.4%顺利赢初选。曼达尼1991年在非洲乌干达出世，是印度的穆斯林，7岁对父母移民美国，即马伊真有可能在11月成为纽约市头一个穆斯林市长。日时的演讲中，伊讲会拒绝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甲纽约市地理做民主党的模范。虽上1个月前，熟悉伊的人无偌济，即摆伊一暝就请起来。My name is Assemblymember Zahran Mamdani, and I am running to make the city affordable. I'll freeze the rent for millions of tenants, make buses fast and free, and deliver universal childcare. And before you ask, I'll pay for it by taxing the rich. 民主党阁出现中加偏左派路线危机，川普所带共和党嘛密切地观察。曼达尼大学时代就对社运议题正热，阁伫社区担任顾问，协助低所得的人避免无厝通住。所来踏入政坛，2015年为纽约市议会补选选战开始，不过失败。所来加入真济的候选人团队辅选，嘛是拢失败。只不过2020年打败连任4届议员，当选丰丘区第36选区州众议员，连任到大。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伫北约峰会场边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谈，Trump 表示会考虑提供乌克兰更较侪飞弹，嘛要求罗西亚总统普丁就要赶紧停战。
He's all dressed up today. 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会场边，美国总统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谈，讨论安怎实现停火甲真正的和平。泽伦斯基无尽用进前去白宫穿军衫，这边是穿西装甲川普见面。翻开这次北约峰会的议程，乌克兰依旧是各个盟国关注的重点，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防御北约边境。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是第3次亲自出席北约峰会。经过50分钟的会谈，乌克兰总统府官员讲，双方也讲到武器采购、加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等问题。泽伦斯基对这边的会谈真满意。专门伫美来记者会讲，希望俄乌冲突会当解决，也讲到可能提供国家级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飞弹。We're going to see if we can make some available. You know, they're very hard to get. We need them too. We were supplying them to Israel. And they're very effective, 100% effective. Hard to believe how effective. And they do want that more than any other thing, as you probably know. 专部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真正爱赶紧结束战争。泽伦斯基除了跟川普会谈，也跟北约盟国领袖见面，争取军事援助加加入欧盟。And thirdly, indeed, we have to put pressure on President Putin that he comes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and that he's engaging seriously.In negotiations for just and lasting peace. 川普讲，普京正派应付，是目前上派适合结束战争的领导人。因过伊会亲自跟普京通电话，找出和平的解决方法。这是战前川普将战争的责任撒给泽伦斯基了后，正罕见的直接批评普京。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等来看国内台中捷运第2条路线哪线正式动工。为5车台中港通到东区的建国市场，拢总24公里长，预估至2034年会起好势。不过学者认为，这捷运增加路线，即阵无趁钱就要靠补贴，在市区的落地压，咪都爱够深，才有材料应用。列车到站，民众排队上落车。台中捷运南线26号正式开工。捷运公司宣布这一天列线免费坐车，民众大部分拢唔知影，但是对台中捷运路网增加拢有期待。我觉得很好啊，这也是未来社会的趋势啊。这是捷运嘛？对呀。有人开玩笑，就是做生意的，就是太平做一段，然后下午再去龙井做一段，一天就好完。但现在有捷运，我觉得差很多。掐几张？台中第2条捷运正式动工，南线总经费高达1615亿，总共24.78公里长。西平为台中港开始，东平到东区的建国市场，经过8个行政区，总共设置20座车站，其中海线8座是高架，市区12座是地下段，而且伫咧龙井区设置维修的机厂，专线预计2034年完工。那它从我们的东区一直要行驶到台中港。未来还会继续再延伸，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这个路网还不够密，所以说你要补贴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到他赚钱的，那一定的。所以说这不是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就是你选择的问题啊。重点是政府的口袋如果够深，你可以做啊。你如果不够深的话，就是自己找自己麻烦。交通学者是认为，除了人口真多台北市，其他城市的捷运拢有营运负债问题。中捷路线扩点就要靠政府的资金帮忙。另外，台湾大道会面临交通黑暗期，人力疏导等措施是毋是准备好啊？也拢考验到台中市府的应变能力。公司新闻台中报道。那花莲铁路高架化，因为无要用铁路电气化工程，引起争议。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特别邀请交通部长去花莲视察。这立委鲍坤基率含交通部长陈世凯当场去冤家。为了了解花莲市建安乡等7个所在并交道感受安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日早起专工去视察。这个路段本地讲要高架化已经讲8年啊，后来煞因为无纳入双线电气化，互地方感觉这个建设可能讲的全安尼无去。政策有变嘛，变来变去啊，所以说这当地的居民他们也是真的是感到很头痛啊。国家的重大建设是要延续，也要继续，不能朝令夕改。在场相关的委员甲民代发言结束了后，大家希望听看交通部的意见。不过部长陈世凯因为这日来考察，哪像感受到政治压力，当场引起鲍坤基委员的不满。交通部这么久的时间参加考察。从来没有看过有党部发新闻稿，而且还刊登广告，是你们
正式提出来不纳入，才有今天的考察。我们交通部与选举无关，与政党无关，但是你不要提了选举，提了政党，你心中满是选举，满是政党。部长陈世凯佫一再强调讲，铁路高架并不是不爱做，是希望会当甲铁路双线电气化做伙时间。现在很重要的是，花东的乡亲希望班次多一点，所以花东的铁路电气双轨化，我不可以为了这个平交道的立体化去停摆，或者是延宕。但对于这边的这个平交道的立体化，我们持续往前推进。因为双方无共识，就要手调为林国成斗排解，原底3个行程改做是2个行程，嘛要求交通部2个月内爱就铁路高架化的问题，搁再提出报告。公司新闻花莲报道。台铁今仔日开始车帮改时间，台铁公司要求重点车站爱成立行动服务组，加强引导旅客。不过产业工会就批评这薪水无较济，工课数万8项，尤其夜间补贴1点钟120块，起到160，是咧欺负人。企业工会嘛提出警告，要求夜间补贴上无爱起到和高铁的475块差不多济。台铁日落开始年度大改点上路，北部地区高峰的时间增加运能，台北到台中也伫拜六增加车帮，提升直达的量能。不过真侪旅客也无清楚，到车站了后找无平常时坐车帮。像我现在住在竹南哈，现在10点了，那你看我来这边，那要等到11点才有自强号呢。刚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时间都不一样。因应改点，台铁公司成立列车时刻调整以及应变小组。为着方便旅客查列车的时间，也印纸本的时刻表计共8万本。另外成立行动服务组来加强引导。不过引爆第一线的员工不满，根本是压榨现场的同仁，拿员工的士气、拿服务的品质以及民众的安全来开玩笑。台铁产业工会批评讲，公司化了后人力无够，待遇无合理的提升，又搁一直增加服务。对于前一天新任的董事长郑公苑伫立法院答询的时，提出夜间的津贴有机会由120块提升到160块，安尼是无法度接受。是160元这种可怜的水准，因为8年才涨40块，这是对员工的羞辱，而不是肯定。475至少不能离得太远。因为毕竟来讲话，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来讲话，比任何的轨道事业里面的工作的压力还大。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国营的一个公司嘛，会有一个总用人费率的一个控管啦。针对企业工会讲要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代替回应讲，当然根据国营事业相关的规定，并且透过劳资协商甲团体协约的机制，和工会充分沟通。大家共识了后，会赶紧按照程序办理甲调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的土豆种超过1万公顷，占全台湾7成的产量。不过，这几年天气变化大，阁会形成上大雨，这豆芽烂去的情形，就愈来愈吃力啦。这阵农改场就研发一种木白菌，会当改善土豆芽烂去的情形。这几年来气候变化大，定拄上短时间落大雨，嘛造成真侪田间有枯豆乌排情形严重，快递无有效药剂来防治。为了改善安尼情况，南部台中区农改场透过技术研发木霉菌，希望当减少枯豆农损失。较到积水的所在，伊水浸咧，伊会根部无就喘气。所以土豆就搞烂。那木霉菌它可以帮助植物的根系发育外，它可以耐这个淹水的逆境。我们有做过那个学理验证，它可以提升植物抗淹水的这个问题。那再来说，因为它会帮助那个磷肥的吸收，所以它会针对这个低温的寒害，它有提升抗逆境的效果。农改场表示，以木霉菌透过半浸质化合养土，还是当作肥料使用，会当帮助来开茎。现在以技术专业的方式，和业者相关合作，经过试验使用1个月后，会当大幅提升枯豆健康率。一般农民的惯用方法的防治方式呢，它的果荚健康率大概有60%左右。可是我们的特根生，如果它田间有放水流的使用，那这样子的话，到采收前，这一区也已经播种后已经74天了。那我们调查结果是大概有85%的健康度。农改场嘛讲，参港的土壤定拄上作物生育不良，还是连续种爱滴问题。过去枯豆乌排是属于复合性的病害感染，现在当透过木霉菌提升植物的抗药能力，增加生长。希望透过开观望会，互寡济农民参与，减少农作损失，增加收益。公司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最近天气热，琉璃虾的数量嘛增加。
农业部和环境部办这风地记者会，呼吁民众先摒扫环境、管理卫生。那真是无法度啊，上尾一步才出油啊。有吧？刚就看到了，这里都是蚂蚁，它都已经亲门踏户在里面。芳箱一个开开，内底条条拢是琉璃狗虾，这个狗虾唔但会抢食这个蜜，还佫会攻击这个芳，造成严重狗虾灾害。互饲芳的农民是害惨，因为即马天气热，琉璃狗虾的数量直头增加，侵扰田园，干扰农民作息，甚至还佫会入去甲徛家，影响其他的生活。蚂蚁在生态系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除了那种危害太严重的红火蚁以外，大概没有人要去把蚂蚁消灭掉。如果附近的紧邻你的农舍，那当然就必要避免它搭进来，或者管线或者一些植物它的一些枝条搭到你的房舍，它就变成一个管道到你家来的。农业部甲环境部举办风地记者会，邀请专家学者说明安怎来防范狗虾的灾害。强调人造环境，或者琉璃狗虾有真好的栖地，亲像厝内较凉、较打松的所在，因拢真爱来。建议会当先清除环境内底的残枝落叶，产地的卫生管理嘛真要紧。为这个方向来处理，会当减少因生团的空间甲机会。吃东西都没有清理掉，当然它也会来检视哦。所以其实不提供交通、不提供吃住，他就不喜欢来，他就可以把它清掉。干扰到很严重呢，我们就有这个一些耳剂可以供我们合可的，这个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农业部强调讲，农民应该爱积极防治会甲琉璃狗虾共生的居禽或者是介壳虫，来减少因食食的来源。若有必要，会当储农药啊来防治居禽。因若农民嘛当家己做冰洗糖水来啉。因未来嘛去各地头介绍相关防治的方法，减少狗虾的灾害，互民众的困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嘉义民雄的金兴社区边仔都是旧条溪，有民众发现这溪保持愈来愈大片，甚至会影响到排水。而且旧年做风台，甲肉粽角长期到排水口，居民就向议员申请，希望会当增加抽水设备，避免落雨时做大水。民众在旧年凯美风台翕的相片，说明迄当阵咧要饮水的状况。嘉义县民雄的金兴社区伫旧年凯美风台过了后，有发现讲抽水机无够的问题，所以居民向议员来申请，希望会当增加大型的抽水设施。旧年做风台的时阵，已经就是抽袂离啊，所以我就讲建议讲，伫咱的抽水站，起码现地的抽水站做一个大型的抽水站。有这座大型抽水机呢，我就解决掉咱头壳开的排水，造成阮这个地方的一个水患。民雄乡的金兴社区第4卡街，社区边仔除了有旧条溪，阁是区域排水的出口，所以若是排水上班，水拢会引入来社区内底。除了排水的设施，嘛伫旧条溪发现讲肉粽角挡伫出水口，民众希望趁风台也未来，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处理。河川跟区排不一样，河川的断面比较大，它比较有高滩地的问题，要先去做相关的用地征收，然后发价完土地移转之后，才办法去做后续的工程发包。所以说肉粽角会随着台风，那个河川局这个所谓高涨之后，肉粽角会跑掉啊，这是需要再做后续的定位的动作。这个单位的所在就是讲，唔知做一工啊，太阳花，唔知做一搭内底有叫透空的啊，太阳花放年啊，水搁入来，入来伊就是搁较热闹。嘉义县政府水利处表示，目前金兴社区有一个4.2公顷的地方池，共配合2台抽水机，会当抽大约5吨的水，会阁向中央争取补助来增加沙乱嘛清除区域排水沟仔内底的食物，希望赶伫风台来进前，减少在地民众的烦恼。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华消息，根据统计，今年国内8接受疫情是6年来上济。台南嘛出现今年第2例确诊，是一个50岁妇人人。医生就提醒啊，这8接受初期是真恶判断，搁到月6，尤其是细汉囡仔，就要特别注意。细汉囡仔用专利的扫，就是要甲细部的痰扫出来。这款扫的声音，参一般感冒无共款，是8节扫典型的镜头。但是近来增加一个8节扫的确诊，是一位50几岁妇人人。6月初开始扫，扫到半途困，就要去看诊检查才确诊。卫生局已经启动防疫措施，但是到达今年已经累积2例。基本上我们让他出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戴口罩嘛，就是去公共场所或是人比较多的地方。于6月24日确诊百日咳。针对该个案已进行相关接触者匡列，同住接触者5人已安排进行预防性投药。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杆菌感染上呼吸道所致，
主要透过飞沫传染。巴黎少初期镜头那感冒，时常互人疏忽。基比名医生讲，这诊断较困难，在做深的鼻炎采检，才有法度看敢有确诊。发病了后，1、2礼拜就会开始扫甲愈来愈严重，有的囡仔甚至扫甲吐、颠倒，甲少咧发烧。这阵欧洲、美国拢有拖甲真严重，其中日本这阵就3万外例，60%拢是青少年创下新冠纪录。我觉得民众可以用时间来分，就是你的症状如果持续超过2个礼拜没有好，你不论怎么看诊，看了大概好几次了，都是没有改善，那你就要想到百日咳诊断。那百日咳真的只有办法到大医院，我们区医院或是医学中心才有办法做鉴别诊断。它是属于法定的传染病，所以我们要做特殊的采检才能做确诊。医生强调，百日扫最重要就是预防。家长通甲幼囝出世满24、68个月，参要入国校进前，拢总爱注5剂。尤其个危险族群是6个月以下的囡仔，因嘛建议带做伙照顾才爱注。卫生局嘛提醒，若有相关的镜头，通赶紧去看诊。平常时嘛爱挂嘴安，减少感染风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中有一个娇生11岁发现龙骨外窜，一直无治疗，愈来愈严重，害伊真恶喘气，甚至无法度正困瘫倒。这个学生一个18岁时伫台湾接受机械手骨的手术，甲龙骨瘤核质治疗了后，身高嘛增加8公分。透过 X 光的相片，明显使看到患者的龙骨严重切弯，就参像 S 的形状。而电脑的断层显示，就参像一只牙缸弯弯翘翘。这个来自印尼温姓救生，受到龙骨切弯的困扰就有7、8年。不过最近几年感觉病情恶化，甚至无法度来喘气，才接受治疗。因为呼吸会喘，就是呼吸困难，然后就如果很累的时候，就真的很不舒服。要睡觉的时候躺下来就会很痛，就没有办法动了。温姓救生表示，11岁伫1年的时阵，就发现有龙骨切弯，拖了几年，状况愈来愈严重。检查了发现，伊的胸椎甲腰椎拢有呈现大角度的弯曲，进一步压迫到心肺。医师表示，这款非特异性龙骨切弯属于先天的疾病，大部分发生伫青春期的青少年，属于脊椎体的发育异常。医师是以龙骨机械手臂的手术，将伊的龙骨瘤核质还佫抽悬8公分。如果有的人主弯是在腰椎，会压迫到那个内脏脏器下滑的功能，那这病人他主弯是在胸椎这个地方，所以会压迫到心肺功能，容易会喘，活动力会比较差，当然痛一定是会有。医师表示，一般长者常常发生的是退化性的龙骨切弯，而青少年若是发生安尼的状况，如果再加上姿势不正，或者是常常用手机就来加速恶化。建议民众平常时就要注意家己的姿势，但是无爽快就医发现切弯超过50度以上，就应该以手术来治疗。公视新闻台中报道。AI 科技能力发展，真侪学生会用 ChatGPT 写作业，甚至会和 ChatGPT 开讲交朋友。不过，伫咧美国有青少年去用 AI 塞人行底路自杀。过来日本就和教育团体做伙开记者会，要求这 AI 基本法草案应该爱加入绩效保护的相关条款。甲作文题目交互 ChatGPT， 随家你写出来一篇有感情、有内容的作文。AI 的进步对学生的学习是帮助，也是阻碍，一直有人咧讨论。有教育团体表示，即摆有真侪各中各校的学生，不管是数学、历史、英文等等的功课，看会出来拢是交互 ChatGPT 来写的。我其实现在学生只要交作业啊，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开 ChatGPT， 然后呢直接照抄就交上来了。但老师知道这样不对，可是老师其实最为难的事情是我该怎么教，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教育团体建议政府应该把 AI 素养加入课程，透过老师的教学，让学生分辨 AI 的正确性，并且和业者定出来使用的年岁站限制，才袂让囡仔简单就相信 AI。亲像美国就有一个14岁青少年，因为心情郁卒和 AI 开讲，尾仔去用 AI 鼓励去自杀，造成悲剧。去年呢，美国发生一个震惊全球的案例，就是有一位母亲控告AI 公司，他旗下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引诱了他年仅14岁的儿子陷入一段情感与性虐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他儿子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教导我们的儿少如何使用 AI 的时候，没有同时的给儿少这个所谓的 AI 素养。
我们已经看到校园里面发生了非常多起的同学制作同学的 deepfake 的影像。目前国内 AI 基本法搁伫咧讨论草案的阶段，朝野立委有提出侪版本，立法院当咧审查。7月份，司法部才会提出草案送入去行政院讨论。教育团体呼吁政府应该爱甲未成年保护条款加入 AI 基本法草案内底，透过法律来守护台湾的囡仔。记者陈阿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有一寡性侵受害者发声，煞定定去互加害者以妨害名誉、诽谤等等的罪名提告。妇专会就招妇女团体成立公益律师团，提供法律协助。为着要互法律的援助甲社福心理资源结合，这律师团都改由立行基金会接手，希望继续陪伴需要帮助的人。2023年，MeToo 运动炭烧全台湾各界，嘛促进性平三法修法和施行。不过，侪性骚扰、性侵害受害者出来发声了后，真相也未互法官听到，就互加害者以妨害名誉、诽谤等等的罪名提告。当年妇专会就侪妇女团体共同成立公益律师后援团，这2年来拢总协助15位受害者。不过有愈侪人因为种种的负担，无愿意拍官司。有律师指出，司法这条路也有真侪改善空间。司法上的不支持，其实我认为它也是 MeToo 运动会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检察官把那种性侵案件归类为约会性侵的案件的话，它能够被起诉的几率。如同以前一样是一样的低哈。相信受害者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是我们选择怎么对待每一个说出来的受害者，是我们愿不愿意让司法成为正义的起点，而不是让勇气被惩罚的终点。律师指出，MeToo 案件应发生伫咧私密的空间，欠缺物证甲证人，面对痛苦的遭遇，敢若会当用讲的，致使受害者定互人怀疑公司的讲白贼。律师呼吁检察官和法官爱晓同理当事人的处境，说出经历没有错，法律辅助做后盾。为了要互法律的援助进一步甲社福心理资源结合，律师后援团今年改由立行基金会接手启动2.0计划，律师后援团2.0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对象。那我们会看这个个案，它是需要的是一个咨询或者是撰写诉状。或者是需要正式的委任律师，那都会是在我们这个辅助的一个范围内。立行基金会表示，虽然性平三法伫咧申诉机制已经有修法，不过因这几年伫咧协助被害者的过程，嘛发现各县市有资源无平均、无落实执行的问题。伫咧受害者方提告的状况，政府嘛也无较正的机制来保护受害者。基金会希望透过2.0计划，继续陪伴有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宜兰唱歌协会伫咧总围乡一笪空地打算要做唱歌训练中心。咧采订稿的时，煞挖到一尊土地公。协会依照土地公意愿，伫咧当地起庙，号做顺风宫，应用机仔兵和民众结缘。这笪庙嘛，正做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伫土地公庙祭拜了后，就会当讨免钱的兵。宜兰总围这间新的土地公庙，这阵仔是真热门的新景点，吸引不少游客。都有看到，那其实蛮多人都有说这边有个新盖土地公庙，然后就顺便经过，然后来参拜。大家都只知道那个泡面土地公，没想到还有冰棒，我就觉得真的蛮特别的。这间新庙叫顺风宫，因为内底的土地公神像是宜兰唱歌协会伫总围乡永定村某一块空地啊，按算做唱歌训练中心。第采训练用高边条啊凹土吞倒转的意外发现，互地方感觉真神奇。协会请民俗专家鉴定，神像是清朝100年招财福德精神。因为我是在地土生土长的，所以我知影讲，阮庄仔头是无这款的土地公。在地船长是讲，自细汉到大，拢捌看过这间土地公的神像，研判是屯土的时阵再来。协会祭拜了后，询问土地公的意愿，决定就地起庙。因为顺风旗是唱歌重要的代表，庙名嘛叫做顺风宫，代表顺利平安。冰棒的由来，就是因为我们选手以前的话，在练习的时候，我们都会买冰棒给他吃。唱歌协会表示，逐工庙的拢会提供差不多1500支旗仔兵，予拜拜民众谈散。假日我会提供3000支，也希望来拜拜民众会当支喙大，祈求所来的唱歌比赛选手拢会当顺利比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记金曲专题报道，带大家来熟悉来自台北的单一行。
今年伊是选最佳台语查甫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奖。伊的台语专辑就号做《罐头塔》，用音乐来表现亲人过身、朋友变亲婚，也是信念改变种种无常甲遗憾。故事过暗流两三冬以后，我的饮水人我变人呀。饮水人伫台语内底号做领港的，是伫咧港口引带船只平安入港出海的人。音乐创作者陈以恒用饮水人来比喻家己生命中重要的人。这首歌收录伫咧伊的台语专辑《罐头塔》内底，伊是去做主题。陈以恒讲，每一首歌拢若像丧事了后留落来罐头塔，保留真侪人生无同阶段的重要记忆。可能是你伊离开，还是讲恁无遐好啊，还是讲你正你就相信的价值就改变了啊。但是讲来讲去，其实应该拢在写爱这个物件，所以讲。罐头塔应该是你对伊的爱。罐头塔是陈以恒的头一张台语专辑。伊讲虽然厝内时代拢是讲台语，不过对伊总是用华语。有一天要和阿嬷学煮食，所无法度顺利用台语互动，互伊开始甲台语豆豆讲转来，嘛开始思考台语和台湾政治社会的处境。这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代志。我感觉大家去关心家己生活的土地，也是你身边的人，也是议题，都是最重要的。陈以恒表示，家己的台语音乐可能侪惯势听台语歌的人会感觉奇怪，袂惯势。不过伊期待有一天，各种风格的台语创作拢通互人看作是素常的代志，都是一上期待的未来。记者卢尚如、谢桂玲大家报道。来看今仔日伫咧高雄有一场特别的棒球运动会，是华山基金会带200外位时代，加入棒的球员做伙运动练身体，阁有拍通关的活动。现场有安排一位81岁阿公穿球衫来开球，让这个阿公少年时阵想要讲棒球的梦想会当实现。请开球，好球！今年81岁王阿公穿球衫，手举直坐八达替活动开球。王阿公无带无生囝，一直拢是华山基金会关怀对象。平常时上大的娱乐就是看棒球，因为罕有机会去体验讲棒球的趣味。基金会特别甲这棒球队合作，带200外几个时代做过来趣味一个，也互王阿公愿望。啊，你较早捌讲球过嘛？唔捌啊，做算的啦，做这个主算。啊，这边安尼和大家做伙算安尼有欢喜无啊？有啊，做可以啊。比较少机会像这样实际跟球队明星还有啦啦队一起来参与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促进社会参与的活动，让平常久居在家的独居长辈可以走出家门。活动有这棒球员甲时代做过讲球练身体，现场有安排牛血压、加头毛、加针加等服务，互时代会当规个人内内外外拢健健康康。家己我袂晓加啦，我加到老岁。啊，所以给你安排这样咧，对你帮助就大吼。系啊，都好啊。我们很常发现长辈长期指甲会增厚变形，然后之后就会有灰指甲的问题。那其实相对的感染几率就会变高，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担心，就是有一些会有担心到蜂窝性组织炎啊等等的一些细菌感染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做好清洁、那保养。因为时代拢是家己一个人大较济，若是不定缺点厝，难免会心情歹。基金会希望透过活动，互因加出来外口行大，甲人群接触，会当活动身体，心情嘛会较快活。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随厝顶个月发生冰川扬起，甲砖头抬起来。即阵有专家去到当地调查，发现这冰川唔但扬甲真紧，而且下底是出现真侪破坑。随厝的冰河扬的速度是真惊人，专家最近来到罗纳冰川做考察，发现讲今年因为雪量减少，加上热映的季节就要来啊，冰河的高度伫无够一年就大幅消退。When we drilled this stake in the last September, the ice surface was somewhere up here where my hand is, and now this is already melted. So part of the melting comes from last fall, and now the melting has set in quite early in the season.
专家讲，差不多30年前，迄当阵冰川的状况较健康的时阵，当年差不多是有4公尺高的冰量流失，但是即马即种流失的速度是一日紧真济。亲像2022年出现极端现象，冰站伫1年之内是随直降要10公尺。即马研究人员阁发现讲，这冰站下骹是出现有真济敢若是随时的气势表面迄种空，研判成为水流真紧，还是空气流过冰站内部的膨造成的。If there are some channels in the ice through which air is circulating, this can excavate big holes under the ice. So therefore there is also a new melting process from the base of the glacier. And we are seeing that this is accelerat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gain because we have additional heat inputs from the sides. 专家烦恼冰川下骹的空会因为暖化加速变大，和冰河消失的速度是变甲搁较紧。建议会当救冰河上简单的方法，就是大家人拢会当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这个任务已经是袂当搁等爱谁做的。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2度，华岛地区27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